11期間，如果打算喺江門買樓嘅話，千祈唔好衝動啊！最近接觸咗好多個粉絲朋友，發覺其實好多思路都係唔清晰嘅，唔知道自己究竟最重要嘅需求係乜嘢。好多懵盛盛買完翻嚟之後大概率都會後悔。咁今日師姐就用一條視頻同大家講清楚、講明白，剛需買房需要注意嘅係乜嘢。可以先點讚收藏，然後轉發俾你身邊最近想買樓嘅朋友啊！首先第一點就係剛需買房，千祈唔好盲目追求大戶型，唔好見到現在嘅新產品靚，諗住咬牙食少啲買少啲，一步到位。因為一旦供房嘅話，一供就係以10年起步計算噶啦。買一層樓接落嚟嘅幾十年都要好啤豬咁樣生活嘅話，人係好容易壓抑嘅。所以第一套房可以滿足到我哋實際嘅需求就好啦。第二個就係月供同埋首付嘅問題，當然啦，可以一次性係最好嘅，但係首付千祈唔好諗住掏光晒所有嘅家底嚟支付，一定要預留一部分可以周轉嘅資金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反正現在銀行嘅利息低，先貸多少少，等錢鬆動嘅時候再提前還10萬5萬都係冇問題嘅。到時選擇月供不變，年限減少就可以啦，既可以留一部分錢在手，利息又唔會俾得特別多。第三點就係千祈唔好因為價錢就衝動落手啊！買房之前還要考慮以後換房嘅流通性。大部分嘅人都唔會一直只住喺一間屋入邊嘅，到你要置換嘅時候，板塊、小區、品質、配套、戶型都係好關鍵㗎。咁而第四點就係你嘅實際需求到底係乜嘢啦？學位、位置、居住體驗。每一個實際嘅需求都會影響到你買房嘅選擇，千祈唔好單憑睇幾條視頻，聽啲親戚朋友講兩句就已經覺得哇，我好了解啦。老實講，隔行如隔山，我做咗房地產已經16年啦。如果唔係每日要去睇樓拍攝嘅情況下，好多平時冇留意嘅細節點都唔一定真嘅清晰了解。最後提醒大家嘅就係裝修啦，唔好俾現在好多花里胡哨嘅噱頭就去模糊咗你買房嘅真實需求。10萬8萬嘅房可以住人，100萬嘅裝修亦都可以住人。你為裝修而去加價埋單嘅錢，到你想置換嘅時候，你就會知道其實好多嘢幾乎係忽略不計嘅。買房唔係一件小事，如果你打算喺江門買房，唔識點買，怕買貴，怕買錯，想揾一個有經驗嘅人，可以結合你嘅問題，幫你做1對1嘅分析同埋規劃嘅話，你哋信得過師姐嘅話，就點擊下邊嘅小風車啦。